外遊斷正爆戀情，李澤楷曼谷攬石齊陰女。如果有人覺得人在外地就冇人知你係香港人 ，too simple。如果有人覺得去咗旅行就冇人認得你 ，very naive。10年4月，孫耀威同陳美斯秘密遊台灣，就俾人影到拖手雨中漫步之後先公開戀情。周董喺外遊斷正方面咧就更加係經驗豐富啦。除咗同侯佩岑喺旅行涉戀事之外，同 J 嫂昆寧都係因為11年7月密遊法國先令戀情曝光。唔知係咪法國特別浪漫啦？地下情咗好多年嘅小方同 Stephy 都係喺巴黎拍拖斷正先公開嘅咋。去到咁遠都俾我哋撞到，何況係香港人旅遊勝地曼谷呢？今年8月，鑽石王老五李澤楷就喺當地同一位齊陰女親密攬石被野生捕獲啦。之後仲有人喺名古屋見過佢哋添。不過唔俾人撞破就唔代表冇事噃。男神王宗堯上個月37歲生日去日本慶祝，後來就俾人發現同靚模黎紀君 po 啲相離奇地咁 match 啊，擺到明係拍住拖去噶啦。男神翻嚟都認咗噶，所以話呢，藝人名人拍拖，若要人不知，難過打喪屍咯。